来，我们再做第二个是那个筑炒小鱼干哈。好，来，我这边有准备这个一个腐皮，你看这腐皮哈，你看它现在的声音，脆的，就是已经在这个一个遇到空气哈，它已经是这个一个形成脆了哈。那你这时候可以怎么用哈？教大家一个小小方。这个蒸笼这边，蒸笼里面修哈修起来哦，所以蒸笼的那个不是一般呢，像我如果有在蒸东西的，我就把脸凑过去，为什么蒸脸哦？原来也可以蒸这个，把它哈修起来，它是一个看嫩了哈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油炸，我倒是觉得还好，因为我没有要包味，没有要卷，我就是要一片一片的这样把它这个堆叠起来。来，我现在哈就一张这个腐皮啊。然后蘸这个不是浆糊哦，大家以为是浆糊，那个是面糊。面糊。那我就再一张这个海苔，是。好，那我就去再粘一张这个，就依序的这样堆叠哈。你大概去做大概是4层到5层啊，好，做4层到5层哈。好，因为小鱼干它一个颜色是有点。欧啊，好，那我们就黑的里面，我们就用这个一个海苔哈，来做一个颜色色泽上的这个一个落差了哈。那这个面糊哈，你也不用调得太稠哈，毕竟它只是一个胶水的粘着器而已，它没有其他的重点哈。但是你用水可能粘不起来哦，所以得用一点面糊哈。而且一点面糊，它炸了之后，其实它的那个口感也会很酥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加了水的话，你可能还要炸更久啊。对，而且可能加水哦，你再炸可能就会分开哦。好，你可能现在当下它是粘住，但是你真的进去油炸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不见了哈。最后一层把它弄完。那我现在把四周围稍微修掉哈，来，我们来切那个小鱼干的这个一个长度哈。好，那我们先大概先开对半啊，好，先开对半。好，我们等于就以这个一个海苔的这个一个大小哈，来去切这个一个它的一个宽度，所以我们就等于把海苔这样1开2，再来我们切它的长度，你大概宽度哈，大概0.5公分左右，好，宽度，我大概切0.5公分的一个厚度哈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来油炸哈，炸那个小鱼干。哇，老师太厉害了，这个就是一个敏感度啦哈，就是敏锐度哦。刚好我们也就趁在切好，然后再做，同时时间 double 在使用，它这边也在加热了哈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很多的这些顺序哦，你只要非常清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煮一道料理并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哦。其实料理的时间花的长短哈，都是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上。好，我们上次来教大家说炸东西，那首先放食物。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哦，这边也教大家，我们可以放木头筷子，它的平行线最高那个地方会冒泡泡。你看现在是有小泡泡的状态，是还不行，温度还不到很高，顶多是150而已。好，一样我们也是高温炸上色就起来。你看这个温度可以了。好，它下去容易粘黏哈，所以哈，你像我刚刚放下去，我赶快筷子哈去把它分开哈，不然它容易粘在一起，因为它有水分嘛，跟面糊的水分哈，还有我们锅子也比较小，好，所以它的容易粘在一起，一定会加多。那我们就开始边炸哈，你把筷子这样子哈拨开啊，把里面的这一条一条这个小鱼干哈，把它拨开。其实我们今天切的比较粗，比较像那个丁香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先丁香嘛，太贵了哈。我们要创造这个食材哈，在便宜的状态下哈，用一些视觉哈来去改变它这个一个，然后提升它的价值。当然，这是厨师的功能了哈，厨师需要的功能。对，这么大条的丁香是比较贵的哦。好，那你看我们知道什么颜色上了，还有一样，你看它的泡泡已经越来越少，表示水分被抽掉了哈，它的酥脆程度就增加了哈。火候上面控制好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你看我们今天摄影棚几乎都没有油烟，没有什么油烟，好，温度控制好就没问题。那一样我们炸好哈，把它拨开哈，
那记得颜色够就先捞起来。炸东西这个一个技巧哈，它事后还会有温度，它颜色点会慢慢的比这个还要深，所以你要记得，不是说炸到刚好颜色你要拿起来，是差不多你先拿起来，然后等到它你要在煮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就是达到我们最好的一个效果哈。我们就让它形成这个酥脆。这一道就有点是真的是咸酥的概念了哈，我连那个蒜头都没有加，所以老师加的是姜末啦。姜末，就跟我们上次来分享那个哈，要用个袂记话。老师，你是平常给我3个孩子折磨的，很快就失忆了吗？上次来做那一道的，你无搞修结，竟然你无倒修。酥脆鳝。酥脆鳝鱼啊，你看那个。所以我绝对不行，比老师先那个，不然的话真的是堪忧啊，老师。系啊，要多吃那个银杏，对吧？哈。对，银杏。好，那我们爆香哈，所以我跟上次做那个，你看我们完全是没有加蒜头，所以完全吃素的人都可以去食用它哈。来，我把这个小鱼干进来哈。老师，你知道加的是小鱼干吗？哈，小鱼干不是酥脆鳝哦，不是酥脆鳝鱼好，来，我一样把这个芹菜哈、辣椒，其实这些都配色啊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东西叫那个什么香菜，也可以哈。那我们就靠盐巴哈。调味哈，其实这个火都非常的小哦。其实我火已经关掉了，已经关了哦。你看我已经把火关掉了哈。是。我们把姜的爆香味道出来，剩下就可以关火了哈。因为辣椒配色，然后那个芹菜也是配色，但是这2个东西遇到现在里面的这些温度哈，它就足够于让它这个一个颜色跑出来，还有香味也跑出来啊。好，来，我们一样完成了哈。老师怎么把要装的盘子放得那么远呢？放那么远啊！我这人长得比较高啊，没法啊。好，我们这些都是配颜色的哈。你看，我们刚刚这个一个芹菜哈，最后遇到里面我从头到火都是关了哈，它的色泽就很漂亮。再来，芹菜其实不可以煮得太熟，你煮太熟，它纤维质太粗，你夹也跟它夹那个橡皮筋。那我们希望观众朋友呢，不要觉得难。如果觉得难或者做失败的话，不要找厨娘，要找他。